有民间基金会调查发现，2岁至8岁的囡仔有超过60%是已经有在使用电子产品哦，一日阁超过1点钟。专家就表示，这恐惊是会影响到囡仔的专注力，提醒家长都要重视。即摆囡仔伫咧3C的环境中大汉，大大细细的囡仔人不时拢会当看到头咧咧，身躯配一支手机啊，目睭无法度离开3C的荧幕。真侪家长也会伫食饭的时，暂时互囡仔耍一下手机啊，活一寡安静的食饭时间。在他用餐完之后，我们会让他大概使用大概15到20分钟的时间，就让家长可以，就是他吃饱饭之后，家长可以把那个剩余的饭赶快把它用餐完毕。其实当然很多时候也会捣蛋啊。就是我无聊啊什么的，反正就是陪他混啊，或陪他画画啊，然后想办法转移一下，说那我们来玩这个好不好？玩这个。信基基金会针对儿童耍手机的现象，收集9000多份的问卷，调查发现，目前2岁至8岁的囡仔，有60%以上的囡仔已经开始接触3C的设备，其中有5%会下载游戏来耍。这个囡仔平常时使用3C的时间，平均就是半点钟，假日较长一寡是1点钟。专家提醒，安尼恐惊影响囡仔学习，手机看久会较无法度专心。调查有看到，孩子现在普遍家长认为能力不足了，包括专注跟努力的部分的不足，这部分尤其容易受到3C 的影响，而影响到未来成长有需要的一些能力。那最主要在使用的过程当中，如果父母只是把3C 丢给孩子，取代父母的互动的话，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我们很不乐见。专家建议2岁以下的囡仔尽量莫互因耍手机啊，2岁至5岁囡仔逐日嘛莫耍超过1点钟，6岁至8岁囡仔也要控制伫2点钟之内，而且一定要有家长陪伫因的身躯边，了解囡仔咧看啥、耍啥，互3C真做学习的帮助，毋是阻碍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